見到佢啦。其實佢係邊個咧？陣間你嚟知咯。好啊，陣間同你睇下。好啊，哎呀，佢嚟啦！地下鐵躺着他，我的心中女神進入啦。地下鐵再遇他，尋日對來車相撞，而得份啱嘅。地下鐵邂逅他，車廂中的暢談最受用。地下鐵裏年女人相見如世上女神。其實你係邊個啊？每天幾分鐘，與佢心聲已互通。愛情何美麗，如像愛情小説中。哎呀，我想讀到跳嘅，點解啊？日日等候他，等他偏偏降臨，帶着夢，又綠又雨華送，何時了現實當中？咩事啊？佢唔見咗啊！係喎，點算啊？唔緊要，堅持再等佢，一定得嘅。好啦。地下鐵約會似是中斷，令我心痛唔好咁振作啲，道理說不通，未到高峰已劇終，愛情難結果，期待再會一秒鐘，我唔制啊！哎呀，日日等候他，等他偏偏降臨進入夢，又綠又雨華送，何時了現實當中？佢去咗邊啊？日日等候他，可惜心中愛神似玩弄。地下鐵約會似是中斷，令我心痛。喂，哎呀，你好似見到你啦，先生啊！其實我想同你講咧，你想同我講啲乜嘢啊？其實你係變態㗎，日日咁樣跟住我啊！唔係啊，聽我講啦，你快啲走啊！我要報警啊！唔好啊！哎呀，你快啲走啦！唉，愛情真係複雜。